喂，應記餅家。喂，阿爸，今年中秋要喺學校教書，我諗應該就趕唔切返嚟啦。你又咁早起身嘅？左一步，右一步，我們一起往前看。你們知道中秋節的由來是什麼嗎？我阿爸成日都唔出聲，個樣又惡死能登，日日都匿埋喺度整餅，但係一見到啲客人讚佢啲餅好食，佢就會偷偷咁笑。佢話我一家人，佢仲要係中秋節，如果唔加多幾日班趕工，等下啲遊客買唔到返去就好可惜啦。我終於明白你一份心意係用心去製作。看，那邊有月亮。阿爸，中秋節快樂！